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手头上的话，里面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天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牧师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开启我们的心，领受你话语的亮光，使我们靠你满有能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共读是圣经诗篇130篇1到8节。诗篇130篇的第一句话就说：上主啊，我在绝望中求告你。这就是现代人的写照。这个绝望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无路可走，甚至想放弃的时候。今天我要透过诗篇130篇，要与弟兄姐妹来分享4点。第一点，承认自己搞不定，承认自己搞不定。我来读诗篇130篇第1、第2节。上主啊，我在绝望中求告你。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嚎，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我们现代人很习惯伪装坚强，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没事，我可以处理，不用担心我，再等等就好了。伪装自己坚强。我记得有一个主日礼拜，牧师要讲道之前就问弟兄姐妹说，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平安吗？有平安的请举手。我很直接，很快就举手。然后牧师当然也就问，那不平安的请举手。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举手。坦白说，那个礼拜我心情其实是高高低低，也甚至于掉到一个低谷，就是我那个礼拜过得并不平安，也并不舒坦。但是牧师在问说，有平安吗？我就举手，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看见我的软弱，我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一个不坚强的那一面。但是在这个诗篇，这个诗人他很聪明，他没有试图向神展示他的成就或他的强大，他直接承认，我在绝望中求告你。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是你最想装坚强的时刻呢？其实跟神承认，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搞不定。这并不是软弱，反而是最勇敢的开始。因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极限，才有空间让上帝的帮助进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第二点，放下完美主义的重担。放下完美主义的重担，我来念第3、4节。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脱惩罚呢？然而你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主管把你过去5年犯过的每一个错误
讲错的每一句话，做错的每一个决定，全部整理成为一张清单。每天早上叫你签名确认这份清单，你5年错误的清单。今天叫你签，明天也叫你签，天天都叫你签名哦。那这样子你还有勇气去上班吗？是的，我们常常这样对待自己，就是我们不断的回放过去我们的失败，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不够完美。但是第4节的经文却说，然而你饶恕我们。上帝不是那位拿着放大镜找我们麻烦的严格主管，他是那一位愿意帮助我们清空我们内心里面的灵里面的那个垃圾桶的那位神。我们有那个要清空我们负面思想的那一位神。我们这位父亲，他愿意重来给我们新的机会的父亲。我们要放下对自己的苛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的重担，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会要求严格，反而不能饶恕自己。第3点，把等待变成期待。等待变成期待，我来念第5节、第6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我信靠他的话。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等待变成期待，我相信有很多人不喜欢等待，包括我在内。等红绿灯，等回复，等问题解决，常常把这个等待，我们这个诗篇这里把这个等待比喻作守夜的人。守夜的人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确定的事实，就是太阳一定会出来。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分享，每一年他们家的除夕都是凌晨开车，因为他们要回南部老家，要一起与父母亲要吃团圆饭，所以他都是除夕的那个清晨3点4点就开车回老家。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清晨不是摸黑开车吗？天还很黑耶。可是这位弟兄说，确实是摸黑开车，但是这个时间并不长。弟兄说他非常享受从黑夜慢慢的看见曙光，看到太阳升起，那种天色的变化。你知道他说这样子的感觉，越开车心情越好，他感觉是很有盼望的，就是家就快到了，那种从黑夜看到那种天亮的那种天色变化。弟兄姐妹，你现在有什么还没有等到结果的事情吗？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等待，我们是在蓄势待发。当你带着这种黎明一定会来的确信去生活，你的心态就不会是焦虑的，而是有盼望的。即使现在是黑夜，你也知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第4点，把好消息传出去。我来念第7、第8节。以色列啊，要信靠上主，因为他有不变的爱，他有丰盛的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诗篇最后说，以色列啊，你要信靠上主。当我们从绝望中被拉上来，或经历过赦免后得到的那个自由与轻松，我们就会发现这份恩典不单单只是属于我自己个人，我们身边一定也有人正处于绝望，正处于怀疑、失败或黑暗中。这个时候，我们生命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安慰。我们生命的故事往往比任何大道理都更有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故事，我们经历过的那个黑暗，我们经历过的那个失败，我们经历过的那个被赦免的那些故事，我们愿不愿意把它变成是一个好消息分享出去？因为这份恩典是要传出去的。诗篇130篇很短，但是非常有力道。我要在最后做一个总结。第一个总结就是老实说，我们要对上帝老实说，告诉上帝我们的烦恼，我们一定不要再装坚强。第二个就是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完美主义的重担。记得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你也该原谅自己。第三个就是保持期待，我们要相信现在虽然是黑夜，但是天一定会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透过诗篇130篇给我们安慰，谢谢你不需要我们完美，只需要我们诚实。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能有一颗安稳的心，在那里安静等候，相信你的恩典总会来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睁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领导我。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